近2年，我哋考鬆啲，經常同日本 AV 女優互動，留低好多精彩回憶。但其實一直都冇忘記香港嘅妹豬㗎。苗條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喂，阿媽唔好吟詩住，係考鬆啲個平台好似好耐冇更新咯喎，係咪拍嘢㗎？唉，唔好意思，近排又有商演啊，又有其他拍攝，分身唔切啦。可唔可以更新快啲啊？我哋想睇你拍新片喎。我都知道你哋班人㗎啦，把口就話掛住我，其實個心咧就掛住我身邊嘅一班美女啊嘛。咁會唔會又係嗰啲日本 AV 女優啊？嗱，除咗日本 AV 女優之外咧，嚟緊我會介紹更加多唔同種類、唔同界別嘅本地索女俾大家。香港女神寶藏，上圍嘅數值35F， 同埋啲人會覺得啊，你大波定係人底啊，所以我真係可以亂拎，好錫咬我個嘴，咬成10分鐘咁樣咯。好肚餓，就俾2個男仔一齊嚟，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比較大食嘅人啦，戲入邊現實都係用口入邊啲飯服務佢下邊。係啊，咁得意。唔得啦，咁露點咯，可能咁而家其實影啲 model 啲好多都露點，你知咩？可能我仲後生，我仲係挺。佢嘅深度營養價係 ECUP，OK。係真實合面，你個肚臍俾啲係會唔會講下一句咧？即係花姐好想舐下。係啊，你先出個手。